哦，安尼好。呀，我之前有捌一个学校的老师，伊嗯是呃，就是伊有甲我讲，即卖台湾学校除了本来有你教的台语以外，就是嗯本地的即个本土语言以外，含嗯，什物越南语、印尼语拢爱学，拢有咧教。拢有嘿，对对，教是袂要紧，但是伊是等于是来分割目前的即个本土语言的资源去教的，所以嗯真无公平啦。咱毋去分割华语，直接华语较早我印象中一学期5学分还是几学分，摕咧3学分来分割，互印尼语还是越南语拢好啊。学华语是介无，在我看是介无意思。伫台湾真正是，毋知你学啥意思？因为嘿，因为伊个设定是讲母语嘛，母语，啊就迄个学校伊有应该是互你家己精选，你要因为即马就是一礼拜一点钟嘛，对吧？马文啊，就是互你精选讲你要学习倒一款母语安尼，好。对啊，今仔日就即马，今仔日无要讨论这个啦吼，另你再来开一节课讲来讨论华语教育伫台湾是完全无必要性。好啦，好，这免乱讲啦。咱开始来读日咱遮生日子，1654年8月21号拜五吼。好，希望今仔日咱加读一寡吼。1654年读了。8月21号拜五，好天如同昨昏。台湾港岛游园有一掠影吼，微风对西北方清爽吹来。迄只细只的小船吼，爱记啊，大只的小船甲细只的小船吼。迄只细只的小船呢，因为庄河落坡，今仔日透早就出航去越南河遐，并且炸一张批去互该船的主管，敢若甲伊讲，一定爱务必谨慎啦吼，准备伫咧星期日吼早晨吼，伫咧礼拜日早起来起订航空片哦。伫迄以前爱将船顶所有盐送来遮，因为阮有估算，载迄878箱糖已经有够重量伫咧海上稳定航行。如果为了航行还阁需要重量，就要来批甲因讲吼。还阁有2只小船载着装载，还阁有2只小船装载量会落坡，就是会当装载2只小船会落坡啦吼。要载去交互因，此外就无对遮阁载去交互因啥物物件咯。今仔日天光的时阵，阮看见南远真远的所在有一只船，开始也看袂出是荷兰船，还是新仔人的船，但是无久以后就看会出来，迄是荷兰船。中华国下就派领港员 Sic Peters 坐一只新仔人的舢板去该船遐，并且照着书面的命令去互所看到迄只船的主管，命令因爱先来确实伫南边停船的所在来停泊，并且将公司的书信交互即只舢板送去录张互阮，送来录张互阮吼。即只舢板去过该大船遐了后，该大船即马已经来停船所在来停泊，伫咧暗暝啊6点钟，要暗6点钟就顺利转来遮咯。Sic Peters 向阮报告讲，迄是边队船 Pelican 号，伫咧7月18号航入巴达维亚所在航母总价，但是56000外毫吨。看到遮我实在毋知你头先，我看觅。今仔天光的时阵看见南远一只船，吼，后来看出讲这是荷兰船，就派领港员坐舢板去遐。
命令伊伫啥物所在来停存，并且将一张批交即只公司的批吼，就是迄只船有炸的公司的批来交就交三班送来陆上互即个荷兰即个迪兰加城堡，即只互即个荷兰长官看吼。即只三班去各解大船遐了后，伫个要暗嘛就转来遮啦吼。Sic Peters 阮报告讲，迄是面对迄船 Pelican 伫个7月18号航离巴达比亚，所7月18号，即嘛8个日啦吼，使一个月才到。所在货物总价值是56000外豪吨吼。Sic 也将，就是 Sic Peters 吼，也将巴达比亚当局因国下的批炸转来交长官国下，并且伫议会里宣读，我一读即寡批啦吼。主要内容留啊小讲一下吼，下对留啊小讲一下。因为祖国内船延误吼，因国下非常烦恼。除了以前已经送来士兵以外，巴达比亚无士兵通搁再送来遮咯。除非本古最后一帮要派来台湾的船吼，叫做 Koning van Polen 号。伫7月底当出航以前，还阁有援军对荷兰来到巴达比亚，就是讲即嘛无法度派兵来啦吼。除非最后一帮船要使进前有援军对荷兰来吼，若无就是无法度派兵来吼。Leon Hart Winix 阁下伫7月14号坐 De Pinas Heathcote 号出发航往日本。会对有注脚看者吼，这注脚是讲即只什么 De Pinas Heathcote 号是，De Pinas 意思就是细只快速的细只船吼，伫即只就是即只快艇 Heathcote 吼。荷兰转来哩几只吼，讲即个Leon Hart Winix 阁下伫7月14號坐即只快艇吼 ，Heathcote 出發航往日本，要去遐要接替 Gabriel Harper 阁下對此地地方官甲政務員的規定吼，因閣下重新考慮了後，伫個議會中來決定將有所更改。更改了後，希望教會甲政務中間的各種糾葛吼，啦吼，攏會當完全來消失吼。對着叛徒各懷疑的迄寡狡猾，等來查者狡猾吼，會追隨者吼，咱即馬佇個日誌頭一道看到講起即個各懷疑啦吼。各懷是前2年發生的，我記得是5年的款吼。但是迄當陣日誌攏無記吼，甚至迄當陣日誌攏根本就爛過去。我看嘛，日誌。台灣日記知識庫。越南也城日誌伫倒呀？遮。1654年吼，伊对1651年直接浪到1654年吼，中间根本就浪过吼。所以头一道咱看直接看着吼，讲对着叛徒各怀疑的迄寡狡猾的即个追随者，阮奉命爱随时提高警觉，以免公司遭受的暗算。狡猾，咱来查一下即个词。来看台语要安怎讲。
我来直接去做汉字，这无可能有吼。我伫个大理大专直接去做汉字，无可能啊。鬼色看有无？好，只好来找台语。对应中文狡猾，是毋是干巧？干巧吼，对。弯曲吼，这 embry 收的弯曲，弯滑吼，斜曲吼，干巧对啦，咱来讲干巧啦吼。对着叛徒各怀伊的迄寡干巧的追随者，阮奉命要随时提高警觉，以免公司遭受暗算。按照因阁下大陆的计算，今年对这全部的北区、佛罗摩萨甲日本会当渴望得到渴望获得的利润。合计约略是283万毫吨。毋过因也承认，即个计算无一定正确，但是希望会有遮尔好。今年因阁下已经派出13只船去北区的国家，就是2只去东京，这是越南东京；2只去日本，和8只来佛罗摩萨。根据阁下讲，还佫有1只。作为本季派来佛罗摩萨最后的一帮船，将会改动比对船勘辨号，伫个7月初7，航离巴达比亚载着77000毫吨、77396毫吨的资金来台湾。因阁下也派下属商务员 Gerard De Ryder 要来接替被调回的商务员 Adrian Van der Berg 来担任此地稽查官。但无要爱同时来任命伊做佛罗摩萨议会议员的意思，爱伊专心伫伊的职务。伫东京的公司主管 Louis Buffard 因阁下来请求。这个 Louis Buffard 会对主卡看者吼，这是第三个主卡叫我难过。第三个主卡是讲，互佛罗摩萨岛的候补政务员甲代理地方官的指令甲命令，就是拄则讲啥物要更改，还是啥物规定要更改这啦。这那个第4条 ，Louis Buffard 商务员1653年伫巴达比亚被任命做东京的主管，伫1654年1月28号对台湾出发去伊的任所。当年8月初8，伊坐 Whitbark 号转去佛罗摩萨。1656年，搁再去东京。后来伊伫巴达比亚担任过继甲第2位上席商务员。1660年回国。好，倒来伫遮吼，讲伫东京的公司主管 Louis Buffard 因阁下请求，为着要担遐的即个。阿卡隆河啦吼，一条河的名叫做阿卡隆河，毋知倒一条河吼。顶下吼上下航行，就是要担一条河，要上下航行，应该是要哪讲？顺流甲前流安尼航行啦吼，请将请对巴达比亚送一只古日船去伊遐，但是因欠缺即种船，无法度送去，因此因阁下的命，即只讲因阁下拢是指即个印尼的即个总督啦，总督阁下，我即满就拢讲总督吼，印尼总督，因此印尼总督阁下命令阮后一次对此地要载货去遐的时阵。爱派迄只高日船 Swartwas 号改动快艇 Tajoan 号同齐去遐，
末年因将会对巴达维亚另外派一只迄种船来代替迄只高日船 Swartwas 号。即张批的其他内容，请参阅书信簿啊。今仔日上午，即个城堡的发布议会开会判决商务员 Simon Kierkegaard 要互免职停薪，并且被放逐去 Mauritius 岛，或者是 Rosengen 岛。按照巴达维亚当局因阁下印尼总督阁下的意思，爱甲即个人放逐伫遐5年，此外爱阁罚款$600，详情记载伫个明仔载将要公开宣布的判决书呢。这算袂歹，无抬头了吼。无掠去迄个死刑。主治医师就是迄个 Christian Bale 吼，伊伫个今年5月初7应大官国姓爷的要求，对此地被派去新仔的厦门。今仔日上午，伊坐一只新仔人的胖船对遐转来到遮。伊证实讲，伊最近写批甲阮讲的代志，就是记载伫个咱昨有读过吼，本国月14号的日期内底吼。我来看一下第5、第6个注解是啥？文件编好尔吼。就是伊证实伊甲阮写批甲阮讲的代志，就是讲国姓爷吼，游玩定真残酷来处人死刑，真侪人被杀吼。包括有罪甲无罪吼，无罪也杀就对啦。Christian 因此惊到讲，连伊家己的性命吼，伫即种弑杀吼，即个弑咱来早句吼，诶，官员身边是毋是还阁会当保全？拢家己拢无自信啊！看人吼，卡袂着就去用，都人掠去杀吼，家己就惊讲是毋是会当时会轮到伊哦？虽然是荷兰人哦。好来，咱来看这个谥号，这个谥哈，汉字我来看简字典，谥读做诗吼，诗就是爱的意思吼，所以谥号就是爱好吼，谥号，好酒嘛吼，好酒就是爱啉酒嘛吼，谥号拢是爱的意思啦吼，谥号。诗阁有爱食的意思，所以伊有一个喙字边吼，口字边吼，爱食就是诗。欢喜的意思嘛是诗吼，欢喜我都想袂到什么词是诗吼。好诗，所以是弑杀吼。伫个即个弑杀的官员身边，是毋是还阁会当保全伊家己的性命吼？伊都家己都无自信吼，所以想要紧落跑。带袂牢吼。如果想起新仔人多年来心内对基督徒所怀的亲像大恨吼，迄就搁较惊吓吼。伊敢若想到这搁较惊吼，毋知当时要搁反对基督教，要搁掠去抬鬼教吼，所以伫遐带袂牢吼。因此，总算伫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内，该官员提出的辞职，以便会当离开遐个可怕的国家，哦，一个野蛮的所在啦吼，可怕的国家吼，当然我是拢西方观点啦吼，因为我看规本啊，即个西方所写的台湾的历史吼。或者是讲起对神啊，或者是对台湾汉人吼，是批评足多的吼。在因的文字当中，迄是一个野蛮讲社会，甚至就是侮辱的社会这两字吼。即个野蛮，迄是野蛮丛林就对啦。就是看起来敢若，比如讲因会摕即台湾汉人含台湾原住民来做比较，看起来敢若诚文明吼，穿甲安尼人模人样吼，
但是呢，心内拢足恶毒诶，或者是拢无咧讲老实话，做白贼就对啦，满口胡说八道安尼啦，足干巧就对啦吼。好，咱转来继续咱来看吼。所以为什么我心内坚持全面，就是爱去神仔化吼，就是去掉所有迄种足歹迄种神仔所留落来吼，实在是足歹诶，足侪物件吼，迄足歹吼。好，咱再继续看啦，歹势吼。伊要带兵去广州诶所在，该国姓爷要去歹势，读较对。因此，总算伫一个非常良好诶时机内，该官员提出辞职，以便会当离开遐尼可怕诶国家。伊要带兵去广州诶地区咯。忽然间来后壁即句我煞看无吼，这应该是咧讲国姓爷吧？即个医生无可能带兵去广州诶地区啦吼，应该是国姓爷讲要带兵去广州吼。该国姓爷要去遐制服一寡迄边诶恶徒，并且命令因来捐献，就是要抢就对啦吼，捐献听好听啦吼，海产嘛吼，基本上郑成功、郑芝龙，因这是海贼出身，并且嘛一直拢是海贼吼，根本政府迄人管因管袂着吼。当时迄边也咧谣传吼，讲塔坦人吼，含塔坦人就达人吼，就是即个其实是满洲人啦吼，因含蒙古较早讲塔坦人一般是讲蒙古啦吼。塔坦人甲国姓爷中间已经达成全面的和平咯吼。就是迄边咧谣传啦，讲国姓爷含满洲人算已经达成啥物协议啊啥吼，其实是因老爸啦，国姓爷是无啦。有几个新仔人对本岛北边的德产来到遮，德产即嘛伫遮写 TIXAN 吼，这荷兰文迄个实在是各种拼音有写乱七八糟吼。有几啊新仔人对本岛北边的德产来到遮，因甲长官阁下讲。距离打10天以前，因有看见过一只荷兰船真瓦郡上水迄个所在航行过去，就是真瓦郡德产遮航行过去吼，新店啦吼。按照因的看法，是要直接航往归人。对此，阮也袂当完全信以为真，因为新仔人定定用类似即种无真实的话，凊彩就来甲阮讲吼。你看伊过来吼。所以我已经毋是头一遍看到西方人对即个新仔人的即种描写，讲因为因定定讲白贼，因为定定喙拢为好难吼，啊无就是安尼心内就讲的含伊心内所想的完全无共吼。虽然如此，阮也是希望迄是确实的，愿上帝保庇。互迄只船就是彼得船勘便好，互伊安怎无写吼？究竟如何只好听候将来的消息咯吼。因进前的北方有一寡敢若有船个下落不明啦吼。其中即只彼得船勘便好就是安尼吼。好。迄只大的小船 Swartwous 号也对威特南号再来一批疏忽。我有一道伫个最近年啦吼，最近应该是几个月前吼。我伫个文章，我网络顶就是留一段话，足简洁的一段话。我讲意思，伊就是讲日本时代台湾人互日本人夹耍的吼，嘛是咱台湾人家己即个叫做啥白目就对啦吼。我直接安尼写咯，白目。啊，当然有足侪尤其是食国民党年最大汉的，或者是起码伫台湾的受国民党教育，应该讲受中华民国教育的吼。对我即句话是因完全是无法度接受的。讲你家己你本身台湾人，你竟然骂台湾讲台湾人迄当白目。
啊，事实就是台湾迄张白目，我讲白目已经足客气啊，意思讲你是搞不清楚吼。其实台湾人就干巧，干巧甲日本人足袂爽诶，讲就是拢无咧讲老实话就对啦吼。即点当然我对日本诶理解无理解到遮尔深诶程度，讲哦，为虾米因对即个讲老实话遮尔重视吼？咱知影对讲老实话，其实伊是比台湾人更较重视吼。但是是虾米款诶情形，虾米款诶文化背景、历史因素啥吼，我其实是无理解嘛，无法度理解到遮尔深啦吼。但是比较起来，就是讲因和台湾人比较起来，较正直，就是讲较重视诚实，重视爱讲老实话这啦吼。啊，台湾人毋是啊，开喙可能就甲你编这编咧，讲编伊无一定是有歹意，但是就是无讲老实话就对啦。你感觉讲，你当时在听即个人讲老实话，你听可能永远无迄一工就对啦。我别甲你编安尼就对。好啦，讲到遮来。哦，为虾米？其实我感觉嘛足奇怪，比如讲伫日本，我看到因历史上，迄个叫啥？元义经迄当阵，元赖朝吼，元赖朝吼，你若去看伊迄当阵，元赖朝是算历史改变的一个关键点啦，就是最重要关键点。但是我真无法度讲较清楚吼，就是因迄当你知影叫做什么红白对抗无吼？你即马看日本的迄什么各年时的红白对抗、红白对抗，其实因这是历史来吼，就是平氏甲元氏吼，就日本古早时代这两个贵族啦吼，两派就对啦吼，平氏平安的平吼，啊甲元氏两边咧对抗，啊因迄个色一边就是白色，一边是红色吼。所以你看元赖朝，都姓元嘛吼，就是其实就是元氏吼。我要讲就是迄个元氏，就是足侪，就是迄种足干巧的人，讲话即嘛甲你讲的，今仔日甲你答应，明仔载就随变面就无讲去啊吼。所以伊，譬如讲家己小弟就刣吼，这是日本历史发展中一个足重要的时代嘛，足重要一个关键啊。但是像遮尔干巧、遮尔无重视诚实正直的即种，并无影响到日本社会啦吼。我是讲即嘛现代日本社会啦吼，我都毋知影为虾米啦吼。你若有兴趣知影，咱再甲我讲啦吼。好，咱继续转来历史遮吼。迄只大的小船 Swartwatch 遐也对即个越南号遐载来一批苏木，也有一只新仔人的舢板，伫咧暗时啊，对塔丘湾号的残骸载54支烟来到即个城堡的头前，即寡拢随家收藏起来，互人尊敬的牧师 Robert Van Sassen 坐便船船 Witpart 号对巴达米亚来到遮咯。最近有教会议会派去小人任职吼，最近有发现一个敢若是关怀电台吼，因为拢办一寡演讲还是讨论会吼。啊，最近的一集我有甲看，就是讲语言甲地名。即集其实内底内容无啥物，无啥物我毋知。我无学到啥物物件啦吼，但是内底伊讲起小人，伊就是读小人吼。我之前拢实在是毋知影，这到底是要读人啊，读龙啦吼。最近有教会议会派去小人任职吼，也伫遐带了数工吼，就是即个牧师啦吼，叫做 Robert Van Sassen， 带了数工就破病咯，今仔日过身吼。哇，搁一个人搁过身去啊！被万灵者
万能者就上帝吼，被万能者调离开即个苦难的世界，带伊去天国咯，留下一个也病重可怜的寡妇甲一个囡仔，吼，算因某嘛破病吼。好，即个牧师 Robert Van Sassen， 8月22拜六。本来讲想要读较紧的，结果过开讲。8月22拜六早起，天空布满乌云，迄只细只小船对避雷船为南河遐转来港内，已将落坡交互该避雷船咯。还佫有一大批淡去的雨石对迄只靠浅对迄只靠沙坐对即个快艇他少安号用舢板再转来遮，该快艇的主管甲阮讲，该快艇因为已经规工被巨影来冲击，严重损害，因此夜呢，就是半暝啊，派人暗时啊留人伫迄船顶，将会有危险，请求互因伫暗时来上岸吼，来起山。早起时才阁去遐，伫迄个船的残骸里，还可能阁有剩一寡石。今仔日将会命令迄寡水手落去护。迄只加油船 Swartwas 号装好要载去交互威南号的落坡了后，今仔日上午已经停泊好要出港，但是因为即个港道影非常的大，只好留踮咧港内。长官阁下甲命令交互领港员 Zeke Peters， 派伊亲自早起互威特南号和 Pelican 号，并且去通知这两只船的主管，因一定要准备好航行事宜，以便后礼拜一两只船同时会当对遐出航前往偏湖。该领港员看到无法度坐迄只加油船出港。随着换另外一只新仔人的舢板，所以就会当出港。如上所述，避雷船 Pelican 号昨昏就已经对巴达维亚顺利来到遮的南边停船，而迄只威南号也停伫遐要装载储地所剩落来的落坡。装好了后，要改动一个 Pelican 号，同时要出航前往偏湖。到遐了后，威南号将会将所在糖移交去互大船 Vrede 号，并且对 Pelican 号装载护照。该 Pelican 号就是迄只 Pelican 号呢，就是要对威南号来转装上述的落坡，然后就要启程航往日本。又搁因为阮也袂当确认避雷船勘辨号已经失事，但愿是比以前迄阵暴风吹去日本，或者是过人，希望是安尼。因此，也伫咧佛罗摩萨机会日来决议，要航往日本的迄只船，就是避雷船 Pelican 号，爱搁再延前一段时间，一直到阮接到对淡水传来的消息，再来启程出航，以便若是该避雷船勘辨号去遐去淡水，或者是过人。就会当由避雷船 Pelican 号载各种紧急需用品，譬如讲鼎、甲锁啊等等的物件，去遐互阮，去遐互因吼。因为即寡物件伫即种情形之下，因将会非常的需要。这后壁是咧写啥？阮袂当确定讲即只船失事吼，希望是安尼。但是议会决议要航往日本的迄只避雷船，爱搁延前一段时间，一直到接到淡水的来批，才会当出航去遐。而且载一寡因需要用的物件去过人遐吼。因为咱继续看咧吼，因为 Carmelis Louiswinkle 家己请示吼，家己失去
处地的水手长以及监督粗号仓库的职务，所以决定任命船长 Peters 来接替伊即寡职务。下晡约落3点钟，对东北方透来可怕的强烈暴风，无落雨。长官阁下看到即个暴风透来，就紧催迄几只舢板去迄只坐对的快艇塔佐安号遐去载货，还阁伫咧该快艇顶头的人来上岸。但是因为即个强烈的暴风继续不断来吹来，即寡舢板无法度去遐，所以就随命令迄只小船，就可能就来去迄只快艇遐，以便万一不幸迄只快艇被迄个强影来，互迄个强浪惊倒，强浪惊倒啦就是惊涛骇浪啦。伊讲以便万一不幸即只快艇若被即个强影来拍破愿上帝施恩防止不幸的事故来发生以便若发生即种代志，就会当去拯救迄寡生灵但是该小船一起定就随便飘去岸边咯阮真伤心来看到即只小船嘛必须爱留落来，因为无法度出港。伫咧即个期间，阮对遮看到讲，迄只快艇的大桅杆已经断落去落落来。伫咧即个危难中，船顶的人敢若咧举旗要救呼救呼救但是有水有啥物人有一水会当，有一水是会毋轻是伫我伫巴克利班圣经用学着但有啥物人应该是讲有啥物人。有啥物人会当反抗上帝旨意去遐呢？阮对伫无法度去救迄寡人脱离即个危难的境况，艰苦无比心内真艰苦。但求万能的上帝来保庇因免遭受到意外。彼得船佩利根号顶的朋友伫咧今仔日早起来批甲阮讲，该彼得船昨昏被去因遐的迄只小船的迄只细只小船弄坏了船边的整个的花木，船边的即个可能是房啦是花木啦花木为着要修理该花木，因请求送一岛会当用来接合该花木的柴，以及一岛固定甲绑的柴去互因因讲会当固定甲绑的柴去互因因讲该船若是被强烈的暴风袭击若是被强烈的暴风袭击，因烦恼讲将有沉落去的危险。愿万能的上帝怜悯，阻止即种意外事故来发生。即个暴风不但继续吹来，还阁对西南西远愈来愈增强起来，而且现在也落起雨。落雨了，昨昏担任着商务员以及淡水甲鸡笼的主管的 Simon 起得过的判决，伫咧今仔日上午伫场馆的官邸，即个邸我阁袂记读等我查者邸官邸最后一段我阁读者，即个暴风不但是继续透来，还阁对西南西远愈来愈增强，而且现在也落雨。昨昏对担任即个商务员以及淡水甲鸡笼主管的 Simon 起得过的判决，伫咧今仔日上午伫咧场馆官邸的即个大街头前公开宣读，伊无讲结果啦8月23礼拜，早起风力已经减少真多，但是依然有强风继续对西北方吹来，并且落大雨。天光了后，真侪好奇的人随走去观看海上的停船的所在，
发现上述迄两只船为南号甲佩利根号已经拢无伫咧南边的停船所在，看袂到啊吼，无去啊。阮哩又讲，即两只船可能是被东北风飘往南方一段路程，然后趁着西南风航往平湖去咯。原上帝互因安尼来进行。即只快艇塔转号，阮看到伊的大桅杆已经失去。伫个风影中被冲击，阮非常为船顶的人烦恼，因真有可能有性命危险吼。如上所述，现在风势已经减弱，所以迄只细只小船就出航要去迄只快艇遐。伫个即个中间，伫个下午，牧师伫个教堂讲道之际，牧师伫个教堂讲道的时阵呢，阮真欢喜，就看到迄只快艇有12个人来到遮吼，应该是讲迄只坐对迄只船塔船号有12个人转来即个陆上啦吼。其中包括下设商务员 Baron Leuven， 因是用该船的茶吼绑起来做一只即个茶牌吼，趁着海流飘去鹿耳门来起山，然后对遐再搁坐舢板来遮。即寡人讲，抑搁有3个人吼，摸着一支大茶头，伫因的即个茶牌，就是因的即个木牌，木筏啦吼。伫咧因的木筏吼，即个茶牌落水以前，因就先落水啊，因为伤早落水，煞被飘往北边的海上，因可能已经遭难，除非望着上帝保庇吼。要暗啊，上述迄只细只小船转来，除了上述被飘往海上的3个人以外，该快艇上剩落来所有的人拢平安载转来咯，谢罗上帝。今仔日方向多变，一个啊对西方出来，忽然间又搁变成西南风，无偌久又搁对西北方出来，而且有时风雨交加，不过大部分拢伫咧朝西南西风的时阵来落雨。这是啥物意思啊？反正就是大部分拢伫咧朝西南西风时落雨。一句话怪怪吼，真侪新仔人的舢板被即个暴风飘出即个港道所放去吼。伫咧即个城堡头前的公司的小艇嘛飘去坐对了吼，靠伫山吼。风愈来愈减弱，到暗时啊，天空又搁开朗起来，敬拜主的安息日，拜。早起天顶飞有一只阴阵，我手机可能要无电啊！小插一个啊，充电。好，拜早起天顶甲有一只乌阴吼，即个港道因为即个拄则过去的暴风又搁相当的大吼。就讲影啦吼，讲影风相当的大。日是好天有出日，非常的宁静。有几仔新仔人对清水溪来甲长官阁下讲，因看见海里有几支茶寮的顶沿伸出水面，因咧想迄可能是属伫迄附近吼坐对的荷兰船的物件。长官阁下为着要查明真相，并且直接转来告知，随派遣 Frederick 哥的阁下归伊啦吼，归伊阁下和水手长 Luswinkel 两个人骑马去查看。好，后无偌久，这两人就转来城报讲，因去到遐了后，发现迄敢若只是一只大竹牌，以及上下面迄支上粗的叉吼，伫咧附近伸出水面吼。中昼看见两只船对南方航来，其中一只继续航来入港。约落伫咧下晡5点钟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停泊，是来自东京王国的
帆船宜兰第二号，即只船的船长 Herr Powys 甲下设上务员 Michael Bartlett 来登陆。阮对因遐知影讲，因该动避雷船为 Valk 号，伫即只船顶有坐迄个主管 Louis Buffer， 伊嘛要前来处队吼。即个 Louis Buffer 我记得就是东京的主管吼。因该动避雷船为 The Valk 号伫本国个8号航离开阿夸隆号啦吼。拄则即阿夸隆号拼音无介共吼，我看卖会对即毛注考看。伊讲阿夸隆号是越南东北的太平河、松太闽吼，就是红河吼，红河。参阅中村孝之教主八成日志日本本第2册第177页。反正就是日本学者中村孝之伊去溪考的啦吼，讲即条河就是红河。我来看下红河，好歹势，越南红河，我毋知伫倒吼，听过啦，但是毋知伫倒。看下英文去查看觅。松太闽，叫做 Taibin River。太平是太平吼。太平河，越南的上北边吼，北边啦，毋是讲上北边啦，就是北边。伫个北边的海防区即只哈诺伊啦，河内嘛吼，即条河。实在是看袂啥出来，因为地图Google 地图的河无介清楚。安尼就足清楚啊。太平河，走伫海防区的南边出海口遮，伫遮吼。越南的北边即只算拢平原地区呢。哈诺伊，好，我是毋捌去过啦。越南实在是应该是好所在，有机会应该去行行。好，来，咱继续。读到讲，即个下晡来航入来台湾的即2只船啊吼，其中讲因即只船讲因含另外一只避雷船Witwatersrand号伫本国个8号航离即个越南的太平河吼，直到本国个18号，即2只船拢斗阵航行。迄时因一直决定讲，为着要回避前往台湾南边停船所在危险，所以Valk号就载着巴法先生以及另外几个要员航往偏湖，要伫个到遐以后，将迄寡要送去巴达比亚的现款，总计是113000外毫吨，要交互大船 Vrede 号载转去，然后该Valk号要对遐载着船顶的货物，直接要航往日本。今年有一只，所以应该实际上就是安尼做啊，然后伊后壁就无搁继续写吼，
就搁跳去另外一段讲，今年有一只西班牙人的船和6只希腊人的篷船载着相当多的资金去过东京。因东京的人有袂少人我方的居民来讲，迄寡人来交易的情形讲，因偌久以前才来过，并且以每一个法卡尔7两银的原价来收买死。法卡尔啥物意思？我看一堆字卡。第二个法卡尔是伫东京和日本的一种重量单位，伫日本也是一种银币，一种银角啊吼，约略价值是120毫吨吼。讲即寡人吼，即寡着西班牙人的船甲6只希腊人的篷船吼，偌久之前来过吼，每一个法卡重量一个单位重量单位7两银的原价来收买死，互死的价是大起价吼。因为即个理由，我方的人对收买即寡原价的货物诚周到啦吼。至到要送去日本的货物，总价值不过是174000多毫吨利益，而且其中还佫有大部分是由东京国王甲其他人出资所收买吼。一等助理 Nicholas de Vogt 吼，该当2个士兵留踮咧遐看守公司的商馆。即个 Nicholas de Vogt 下底有注卡第3个。Nicholas de Vogt 1654年以助理带领2个士兵留踮咧东京的商馆。1657年4月24号升任商务员，并且正做该馆的主管。1659年过身。好，即只篷船捌有6天之久，困伫一场强烈的暴风之中。抵到船顶的人，每一天拢想讲船着要遭难咯，因着要去互迄个大鹰来吞食去。现在感谢上帝，会当转变状况，幸运来到遮。即只船的主管也甲阮讲，因看到讲有2只荷兰船被停伫即个岛南方的淡水甲小琉球中间。根据因的看法，其中一只就是迄只较细只的船吼，失去了伊的前桅和手车桅吼，船头的车桅啦吼，车就是粗吼，粗斜斜的吼。另外迄只失去了伊的大的上桅，阮相信讲这2只船呢，应该就是蔚蓝号甲佩利根号。这是来到台湾的迄几只船的主管甲因讲，有看见2只船啊，伫南方的淡水甲小琉球中间有看到吼。因伫咧本国个这2只船呢，伫咧本国个22号被迄场强烈的暴风飘离开即个停船处了后，到当也未看到吼，就2天前尔啦吼。即只篷船日兰迪亚号对巴达比亚航往东京的途中，捌伫咧江南沿海攻击空白人个，毋知攻击几只船江南的渔船吼，甲迄个渔船顶的人甲掠起来做奴隶，诚做战利品载来遮，总共有毋知几个人吼，空白。总共点，毋知几个人。因伫咧该沿海也含一只葡萄牙人的篷船算相见过。该船英明攻来，还未互因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以前我方就已经有1个人被因拍死，另外1个人被拍伤。上述迄只9日船，阮的号应该就是佛罗摩萨号。伫个要暗仔来到即个港岛头前，因为该港岛还佫有影，所以还袂当入港。好，以上824吼，825咱着后一回再读啊啦吼，825，因为时间已经读超过去啊。嘿，来看一下今仔日可能无啥物笔记啦，因为无讲。哎呦，笔记佫袂少，来我看觅。
好，干巧了吼，干熊、干鬼。好，这原始平时吼，这有兴趣再家己去看。我是拢，其实嘛无几年啊，最近几年才开始有咧看日本的 NHK 大河剧吼，看一寡日本的历史。好，无啥物，安尼咱后一回再搁开始读吼，感谢各位，咱要来开房咯吼。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